南投合欢山今日测到17级的强阵风，是有史以来上界头的一届。若是这镜头风吹到震动海，连松西楼的铁厝嘛强要晓起。也若是伫咧彰化市区，冒这树啊跌着车的灾情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也若是台中的海线，是有真侪所在青红灯和风扇断去，警方赶紧指挥交通。 武岭的即时影上镜头，3日半暝去互强风吹甲摇摇海海，天光了后风雨搁较强，镜头甚至被吹歪去。当地气象站表示，早起7点左右开始，武岭测到17级的强阵风，是2008年建站以来上强的纪录。合欢山顶气象站测得每秒58.2公尺的惊人阵风，也打破在2021年圆规台风15级强阵风的记录。合欢山目前风雨交加，针对设施是否有灾损，需等到台风过后前往现场才知道详细的情况。武岭附近的松雪楼嘛未堪强风一直吹，建筑的厝瓦甲铁片被吹甲强尾落落来。也清境地区也是透大风雨，当地农民原底想要透雨做生意，也因为风雨伤大，只好赶紧撤离。怎么旁部都淹起来？那么多年，我们在这边20-20年，这是最严重的。强台登陆了后，带来大风雨，伫咧彰化市区的建国南路有路树，3日早起5点被吹倒去。 地歹下骹的汽车，好加在无波及其他的人甲车，也伫咧台中的海线也出现瞬间11级的强阵风，伫咧清水区也有沙鹿区，为3日5点开始，计共有3个号志被强风吹断。号志杆被强风吹断，随即通报线上巡逻警力前往协助处理，并通报工程单位前往排除。 警方赶紧出动人员到现场搜查，也确认无人甲车被波及。3个号志管也陆续伫咧9点左右修复，也提醒民众3日是风台影响上强的时阵，请民众尽量莫出门，确保安全。记者台中彰化采访报道。